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。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哎呀，你叫我你呀呀！哎呀，你能不能等等？我打火机了啊！你叫这个，我打。讲啊，你这个传感处人哈，咱专门利用迄办公的时间来这里剃头，搁逐工来报道哦。我甲你讲，有一天哦，我一定来乡公所甲你检举，互你号码还袂去，就去互抬头。你在创啥哩啊？你家己个家务就看好，那别人来。你有三条管理人啦，你讲我叫我你来。是啦，都去说啊。啊，你吼唔通迄个病假，啊教对狗去。你若要教是恁翁吼，就转去厝，啊嘛赶快人甲阮赶了，会知无？那你这是要创啥啦？我做人的工作到时互你做啊无满意，无满意啊？你哦，剃一个头你也哭哭对，无你查某人家上，你要剃头做尼姑啊？无啦，毋是啦。不过我是想讲，你规工拢求伫遮，啊人迄古仔伯啊吼，要做60岁生日，要办桌啊，啊你迄菜鸟甲海产哦，毋知有去注文袂啦？拢注文好啊啦，亲像查某人即摆办代志，遮你紧张啊？别人的代志莫管啦，啊若古仔伯吼要办桌吼，哪会无要无紧？啊嗨哟，古仔伯啊，夭寿哦！我毋知你直接剃头啦，我若知你直接剃头吼，我就毋敢直接大细声，惊惹着你剃头，歹势吼，歹势吼。古仔伯，新老总有一句吼，无家教啦，无家教。莫讲安尼啦，只有迄麻烦恁，我还搁较歹势。其实吼，我食到遮济啊，毋捌做着生日真济啥款啦。啊，像阮准爷是讲爸啊，袂用的啦，60岁是大生日了，无办几桌请人袂用的，人讲啦。哈哈，对。啊，喏，伊就为了好心要办我好啊，要办规矩，互你办办的啊，是安尼啦。应该啦，应该啦。对啦，古仔伯啊，你讲话安尼哦，就是足客气啊。但是恁后生注意大个哦，纵贯线南北二路，大家拢嘛足捌，伊佫真尊重哦。对。古仔伯，那你生日这个哦，我菜是特别甲你传好势好势。我跟你讲，那我中午呢，咱有完早上来哦，刚刚就很注意了。系啊。真正嘞？哎呦，讲解啊！你若敢若做真头要请来，我请我就真面子啊。来，古仔伯啊。啊，阿弟，哈，阮做嘛事啊？连收银哦，这
19就好啊。无啦，阿你啊，免甲收，钱我做，无法，我这我无这个，你有来上就紧张，我才有钱啊。有你说，有你说，啊，明早。高姐多谢你。明仔载叫我请。一定一定先毕业。对。高姐多谢你。你好，啊。我饲准伊啊，这个囡仔，一世人有价值啦。唉，爽。落雨面啊！也是咱老人都较无记忆，无法煞袂记体啦。啊，这1000、2000掠无去吼，迄算做伊好运啦。到啊3000、4000，早晚就掠去火烧岛食就无生饭啦。有影就对。什么准义大的大尾罗马，我才无咧甲伊信到。即马台湾治安会遐尼歹哦，什么绑票啦、抢劫啦，无所不至。这背后啊，对这罗马乌社会伫作怪啦。什么大尾罗马，我才无咧甲伊信到。潘讲师啊，你这个人吼，嘛咧一嘴挂香舌，你哦专门讲人的尻川后话啦。拄啊，迄个古子病伫咧这时阵，当下面你啥人唔敢讲？我咧唔敢讲哦，我是当前古子病咧，吼对不对？你想讲60岁啊呢，饲一个罗马囝，当作讲真公平哦。伫迄尻川后拢吵到6条啦，所以我无啊刺激啦，我咧唔敢讲哦。你这个人嘛咧奇怪，就算讲吼，人迄古子病啊后生是一尾大尾罗马，那无赤哩拗哩啊啦，管伊什么地带啊？迄哪会无啊？人阮本地因新娘摊因50几块桌呢，即摆为着迄古仔伯啊吼，干那要办6块桌尔，阮遐新娘摊吼拢死掉伊呢。啊，一桌嘛毋知收人偌济钱啦，啊吼，菜色都要比人搁较好，搁较青啦哈。我看吼，无趁着种冤吼，敢若搁倒贴无。这查某你细细你念啥？我慢慢说互你咯。话慢慢来讲啦，我你唔知，我人无看钱遐重啦，吼，佮较歹做吼，古子病这块一定要甲办啦，无对准伊吼，免来交代啦。对啦，投资说啊，人迄准伊也是大尾罗马呢。对啦，这摊哦爱共做，吼，你了4条啊，当作讲你若有趁哦，这钱去好了查了底，安尼就好啊，保平安，平安顺遂，人无代志就好。啊，干那保平安免趁钱哦，阮毋着骄阳。老爷，你去剃头去吧。啊。天明啊吼，我要跟你问讲你，你闲啦？头剃甲水，你甲水掉啦。无水，头壳袂清，目睭袂金啦，好歹人看袂清楚啦。那你即摆我安怎啦？你知道讲天明是讲安怎？伊讲吼，人若摕红包来是要共收无？还搁咧想要收红包，叫天明啊去摕刀子上啊啦，要刀甲摕啦，歹做生意啦。当你这样闲啦呢，反起反倒。请甲一寡遐无费无目屎是有甲抓少？顺伊啊叫你办桌请人，人刀子上为了办你这6桌的生意桌，一寡结婚摊4条，你这个要让人退掉，哪好意思啦？什么个好意思甲歹意思啊？看刀子上共试遐个刀减趁偌济，叫天明摕钱去贴伊啦。我想要补啥物钱啦？你若无爱请人哦，都叫准备靠刀子上因翁仔某者，刀子上的翁仔某连敢远都唔敢远。无啊，天明啊，你是甲恁小弟准伊当做一件本色罗马是？阿爸，我讲敢唔对心？你讲安尼对，对恁娘。老爷，你闲啦啦？你爱知咩？
咱生了无遐尼阿爸。仲伊啊，虽然这做龙魔，伊也毋捌骗人，也毋捌害人。那恁第生的囝吼，无限衰小啦。好啊，老的呀，咱莫气干的啦。若我真是要去剃刀吼，我叫玉娇去甲刀子上我讲就好啊嘛，莫免气干的。囡仔转来，你安尼拍呢嘛，敢会看会哟？好啊啦。钟阿公。你放谁啊，小？嘿啊，你姐姐咧？老师讲要甲补习算数啦，啊妈妈虽然要去载伊。哦，安尼好，热到要死，咱今日来。好啊。你知恁老爸咧土光性，莫插伊啦，后要紧。不要紧啦，袂紧哦，阮老爸是无种干那注意的。我啦，袂成啊啦，安尼啊啦，伊根本哦看不在眼内啦。你算这小算几步？是算好啊无？大，这是一个月红利，你看卖者。免看，准爷伫咧算账，袂顶单啦。这是一个月红利，你看卖者。免看，准爷伫咧算账，袂顶单啦。李伟，哈，你做搞定啊？好好好，你搁知影创啥？我，你看哪？你只讲黑人啊？吴良，你起来。准爷，你来分钱。大，何良伊就分了熟手啊，互伊分掉。嘿嘿嘿，啥分拢共款。对去啊，大叫你分，你去分啊。拢分好些。小人对我路上转达一下，多谢咱国家头的这时代的照顾。后个月红利吼，时间地点共阮伫遮，啊，落完你过来走一撮。多谢老总多。过上。后壁啊，甲我挣的钱收起来。是。毋是遮，是边仔。哼，你咧讲什么笑话？哇，你讲准爷算笑话平淡，你还煞甲我当作乞食？有啥代志哦，豆豆啊参详。好嘞，你一个月签的小单，拢还袂入公司上。
敢讲我摕签单教你治水？哇！然后呢，我乌良这个月巴肚唔知下去，你过去互我死，才免在世面头前无面子。你会惊无面子？要安尼，你以后开箱爱小准则一下。现在时机不比较早。真个，多点遐钱轻轻的，交乌良。是。喂，我签的时候，我会负责收的。总，对吧？啊，你来遮小文章，心情还要放较轻松的，你哪要遐严肃啊？对吧？你是有啥物心事情？注意啊！我要退休啊！菜市啊靠这个大位，要互你做，你敢有心理准备？有无？有同意。我农村今仔日有这个局面，拢总是你甲乌良拍拼出来，恁两个一个文一个武，应讲是我左右手，我应该袂用对什么人有偏心。捌听人讲，伊手棍也是去互抓家着，这个手棍也无剁掉，讲起来连性命都抓无。你是咧烦恼啥事？你不同，乌良不如你。昨昏伊敢踮咧我的面头前，这永远的面手我，可见伊的目中已经无我。迄乌良是针对我，我从这个对我你绝对唔能做。你应该想得出来，乌良现在来伫咧培养伊的实力，所以你也袂用去台湾，爱积极落去准备，随时哦都会当甲伊倚把面的拍死。我知，论趁钱，乌良对你袂着。你若要开钱呢，你无伊的本事，乌良哦。伊会去利用钱去买受人的人心，所以这点你爱改好。好啦，你唔爱搁甲我讲江湖秘籍啦。现在的人哦，有钱伊就会甲你听，无钱哦，你设死就共款。钱好啦，人会存用你，所以哦，你现在就爱改变作风，唔通像我这个老的哦，遮尔落哦，这哦千万爱记。对，哎呦呀！喂，你坐住啦。无必了，我是安怎甲你交代？我就教大你写文章，有啥物代志哦，叫伊较晚才联络啦。喂，别，这样我比你较歹呢。还是啥物？你啊。嘿嘿嘿嘿。喂，是物啊？我甲听一下电话。喂。喂，你啊？无啦，我就教大伫这温泉遮伫咧水园区咧。有啦。好啦好啦，随在你啊。我来讲，啊你就若欢喜安就好啊啦。哦。对，歹势。免歹势啦，我看到阿美啦吼，也同款爱让伊3分啦。
哼，先互你心息者。哟，走，我来开车。这是恁大买互你的，介意无？有介。阿姐，走啊，多谢哦。等下吼，你先等下再。我要甲你做约会，然后就变成好。OK， 阿姐，走啊，多谢哟。你看你路的欢喜干呢啦。你嘛咧卖见笑，还是啥物人甲你约会啊？也无感觉，曾经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看把伊人目屎好干，不通人看伫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